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就喺入正題之前呢，就講下我呢個 YouTube channel 嘅一啲新嘅發展或者新嘅做法。我開台以嚟呢，都免費俾大家喺 YouTube 嗰度睇嘅，我又冇搞任何嘅咩會員制啊、分級制啊咁樣。咁就希望係人都可以睇到聽到咁。當然我有個 Patreon 嘅，Patreon 同埋 YouTube 最大嘅分別呢，大家可以睇到一啲即係冇廣告嘅我嗰條內容啦，又或者呢淨係聽呢個聲音嘅檔案咁原來呢聲音檔案係好受歡迎㗎，因為好多人話俾我聽呢，佢哋揸車嘅時候呢就開咗個手機，不過熄咗個熒幕呢，咁可以繼續聽到我講嘅內容，咁當聽收音機咁樣。我而家咧就有一個新嘅做法咧，就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嘅，就係我都學人搞下呢個 Buy Me a Coffee 請我飲杯咖啡。我嗰個 link 咧就擺咗喺我個說明欄裏邊。呢個同 Patreon 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你可以一次淨係即係俾幾多都好啦支持我呢個 channel 即係多多益善就少少無拘用呢個做法。我見到好多 YouTuber 都有做噶，不過我睇完之後咧一路都係比較懶啦就冇做到呢樣嘢。我尋日就的起心肝做咗啦。我唔知個效果點樣啊。大家如果覺得Buy Me a Coffee 係比較方便支持我嘅，你可以撳條 link 入去啦。而家咧就亦都做緊另一樣嘢噶就係用呢個即係 Spotify 或者其他嘅一啲淨係聽聲音檔案嘅一啲平台，用一個類似會員制嘅方式啦。Patreon 就係會員制啦，咁你可以聽到我聲音檔案啦。Spotify 都可以有會員制噶，不過我而家就係即係睇緊。即係可以點樣做公平起見啦，大家都要用會員贊助嘅方式咧去聽到咁樣我希望我即係技術上邊你知啦，人年紀大咧，掌握呢啲嘢咧就要慢慢嚟嘅，就能夠做得到啦。我都好落後噶啦，其實喺呢個問題上邊，我見到好多人已經一開始就做咗啦。希望大家咧就繼續支持。如果有Spotify 嗰啲新嘅進展咧，我亦都會喺度咧同大家講嘅，好嘛？咁跟住咧就入正題啦。NordVPN 除咗可以隱藏你嘅身份同埋保護你嘅私隱之外呢，仲可以打破地域嘅限制。例如喺網上面睇串流影片 Netflix 咁用咗 NordVPN 之後呢，唔同地區嘅電影同埋劇集呢，你都可以睇到嘅。又例如呢，就係限定某一啲地方先至可以玩到嘅網上遊戲，用咗 NordVPN，無論你喺咩地方都好啦，你都可以玩到嘅。喺網上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嘢，用咗 NordVPN 呢，你身處何地呢都可以攞到唔同地方嘅折扣優惠。NordVPN 呢係一個戶口可以有6個設備呢係一齊使用嘅，一家大細都用到。用底下呢個網址，關鍵詞係 SAMNGX 就可以攞到好大嘅折扣噶啦。訂購2年呢，最平係港幣32蚊一個月，仲有1個月免費添。30日內如果唔滿意嘅話呢，可以全數退款噶，幾好用噶，不妨試下。各位關稅戰已經打咗一段時間噶啦，本來呢就係葉問咁樣呢，就美國一個打10個，唔止一個打即幾廿個，結果就搞到美國個債市爆煲，個股市又冧。特朗普咧又不得不就暫時停咗90日將個矛頭咧就指向呢個中國，就單挑打到而家好多個回合啦。究竟勝負喺邊邊呢？咁樣咁當然我嘅聽眾觀眾咧就好多主觀願望嘅，咁梗係希望中國輸啦，梗係覺得美國會贏啦，因為從一個國力從呢個即係有錢冇錢比較即係美國贏嘅機會好大喎。同呢個意識形態，咁佢哋覺得中國應該輸應該俾習近平一個教訓啦。咁樣我都話咧，睇我呢個節目咧，我就係唔係用主觀願望嘅，無論呢個主觀嘅願望係良好又好，係即係邪惡又好啦，我唔係用呢個主觀願望去代替客觀事實。我曾經強調，有時咧客觀事實係好殘酷㗎。今次咧暫時嚟講咧，鹿死誰手唔知道。不過咧就我睇到好多分析咧都覺得即係呢個關稅戰咁打落去咧，除咗兩敗俱傷，我呢度都係咁講啦，兩個都會冧㗎。
即係瞓咗喺地下度，又睇下邊個起翻身先。咁即係暫時嚟講，我想喺呢個階段咧做少少嘅分析啦。最新嘅發展咧就係美國宣布咧就將中國嘅商品因為話中國報復啊嘛咁於是咧就部分嘅商品咧個關稅咧加到245%。咁就好多即係呢個侵粉咧好開心啊！又或者唔係侵粉都好啦，即係譬如佢覺得中國應該係即係受到懲罰嘅，咁樣都好開心覺得哇245%你點頂得順啊咁樣。咁我哋要仔細分析一下呢245%係咩嚟嘅？係部分商品嚟嘅啫。嗱，你數咧就係咁樣嘅。其中咧最高245%係針對中國嘅針筒同埋針頭嗰個稅率就去到245%。鋰電池去到173%，羊毛衫167%，玩具145%，汽車門鉸鏈67%，門鉸鏈係咩嚟嘅咧？我唔知。智能手機同埋電腦20%，兒童書籍咧就豁免0%。咁你睇下呢條數咧，即係哇245%好似好高喎。咁針對呢個針筒同埋針頭，我睇完呢啲咁嘅。即係由中國輸入去美國嘅商品呢，我都發覺即係大鑊啦。原來呢，今天嘅美國呢，好大部分喺佢嘅市場上邊，超市又好或者其他一啲唔同嘅需要嘅設備，譬如呢個針筒針頭就係醫院用啦即係醫療嘅設備呢，原來好多都要靠中國去供應嘅。簡單地說咧，而家攣緊乜嘢咧？中美雙方就係究竟有冇乜嘢嘅替代品啊？暫時嚟講，究竟呢個針筒針頭保護衣口罩甚至係即係呢個 smartphone 電腦熒幕究竟可唔可以咁快可以翻返去美國做咧？唔使諗啦，我都話唔係90日就可能唔使90年嘅我唔知9年得唔得又或者1-2年得唔得？唔知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呢場關稅戰咁樣打落去咧，就係而家大鏈就係究竟有冇替代品中國即係你話加245%嘅關稅，其實呢個數字係冇意義嘅，因為係對於中國嚟講咧係已經好多嘢咧係唔運去美國，唔運去美國唔係話。你加我關稅，我唔賣俾你喎，唔問美國，因為你啲嘢太貴啊，大佬你喺嗰度冇競爭能力咁所以對於美國人嚟講咧，喺中國嘅廉價嘅貨品咧唔再出現喺佢哋嘅貨架上邊咁美國有冇方法揾到替代品咧？中國對於美國入口嘅貨品有冇方法揾到替代品咧？而家可能就係攣緊呢一樣嘢。好啦，咁嗱，而家就有啲嘢就中國係冇替代品嘅譬如波音飛機。咁中國亦都宣布咧即係因為美國加呢個關稅啊嘛，咁就中國就話咧，我哋決定咧要求國內嘅航空公司咧暫停購買美國波音飛機，而且咧相關飛機零件同埋設備咧都唔買啦，以節省額外嘅關稅大增嘅成本。OK。咁呢個對邊個傷啲咧？咁當然對波音就傷嘅，因為突然之間停咗，咁特朗普出嚟講就話：喂，你違約喎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笑話嚟嘅，違約咁大家都違約啫。咁佢同呢個呢個加拿大墨西哥簽嗰個自由貿易協定嗰個都係約嚟噶嘛，都係違咗約啦咁呢個國際協定呢個商業協定違約，咁但係咧呢個對中國嚟講係會好傷嘅。雖然佢話喂，我有國產飛機，我唔買你波音，當然對波音嚟講係好大鑊啦，係嘛？就係呢個咧，就係佢我成日都話用呢個手術刀嘅方法逐個商品，我就唔係用地圖炮轟你我係用手術刀嘅方法逐個商品邊個對你個要害係最傷嘅，我就喺嗰度做。咁波音可能對於即係呢個即係暫停買佢嘅飛機咧，係對佢嚟講打擊好大咁佢可能希望呢個商業嘅損失就向呢個特朗普做呢個政治壓力啦。咁點都好啦，但係對中國嚟講都好傷嘅。你唔買佢，喂，中國有好多波音飛機喎。OK， 零件唔使更新嘅。喂，大家要諗一諗搭呢個中國嘅飛機如果係波音嘅，原來話冇零件更新嘅，會唔會有危險呢？國產嘅飛機所謂，你估佢真係全國產好多都係
外國嘅零件輸入去嘅。中國係冇呢個能力去製造自己所有嘅飛機嘅零件，佢都係同 iPhone 一樣喺中國組裝嘅啫。咁所以咧，呢一個係一個兩敗俱傷嘅做法嚟。OK， 咁而家就話中國咧向美國產品加呢個125%嘅報復性關稅，咁啊美國進口嘅波音飛機零件咧價錢咧貴咗1倍，一定係嘅喎嚇。即係特朗普出嚟講就話，我哋咧就呢個庫房收咗好多錢啊，因為呢個關稅嘅原因，我哋嘅物價咧一路跌緊落去啊。我聽話即係佢真係生活喺一個平衡時空裏邊嘅，佢有冇去超市買嘢啊？究竟冇買嘢都要睇下數據啊，係嘛？我有啲美國聽眾話俾我聽，物價係升咗嘅喎，雖然唔係想像升得咁犀利佢竟然話喂，物價跌緊喎咁樣。哇！我呢條友咧就係真係病態性。講大話客嘅，佢中意噏咩都得喎。但係對於中國嚟講，呢個係一個好打擊嘅。呢個零件貴咗成倍，咁點搞咧？咁樣佢話中國航空公司咧冇辦法繼續採購啦。OK 咁而家波音公司中國市場唔買佢咧就受到重大嘅打擊啦。但係用波音飛機嘅中國航空咧同樣會受到影響就會面臨呢個巨大嘅財政壓力中國政府咧就要用減稅嘅方式去支持佢。咁報道亦都話咧，呢個彭博講嘅，大約有10架波音737 MAX 飛機準備交付中國國航、南方航空同埋廈門航空嘅機隊。部分飛機喺關稅生效之前咧完成交付程序啦，相信有機會咧係俾中國官方咧係批准入境嘅。咁呢個就係波音。嗱，與此同時咧，其實呢個中國咧都好大鑊嘅。咩大鑊咧？就係好多廠，我喺度都報道過，因為關稅嘅原因，本來有嘅訂單，美國同中國買嘅貨品，譬如包括聖誕嘅飾物咧，只不過係其中一個部分嚟嘅啫，係冰山一角嚟嘅啫。因為太貴啦，我唔買，取消，即係同中國而家一樣啫嘛。入美國嘅飛機太貴啦，我唔買，嗰啲訂單都係一樣。波音咧未必咁快執嘅。因為佢仍然頂得住嘅，你唔買佢有其他國家都買嘅。不過行業嚟講都係對於波音嚟講都好大衝擊嘅。但係對於中國咧係好大鑊嘅，因為有好多訂單取消咧，係去美國嘅船咧幾乎係開唔出咁滯㗎啦。有人用呢個航海嘅圖睇過冇咗大量嘅訂單，廣東、江蘇一帶嘅工廠好多已經停工，有啲叫啲民工返鄉下啦。而家隨時有幾百萬人咧係立時之間冇嘢做，對中國嚟講咧係好傷嘅，隨時會引起社會動盪不安嘅。OK 所以關稅係我都話係互相用刀插，睇下邊個瞓低先，然後邊個有能力起翻身咁而家對中國嚟講咧，就面臨一個好大嘅失業問題。對美國同樣一樣。物價飆升，可能某啲嘅我唔買你嘢啊嘛就面臨失業啦咁樣一樣係，或者甚至係破產。咩嘢破產呢？咁樣嗱，而家咧就而家講緊拗緊一樣嘢，或者討論緊一樣嘢，究竟有咩替代品？我唔買你啲嘢譬如話唔買波音嘅飛機我有冇替代品？似乎冇空中巴士咯，可能就係咪益咗法國佬啦？可能係個問題就係邊個國家有更多嘅替代品係可以入去，令到國民所需唔會受到影響。譬如以頭先講以呢個農產品為例啦原來中國咧係買好多美國嘅大豆啊，佢買美國嘅大豆咧就係餵生口用嘅。即係餵豬餵牛都係用大豆唔係人食嘅。咁美國嘅農民咧，其實咧就喺特朗普上台冇幾耐2.0嘅時候咧，呢個 USAID 突然間叫停咧，好多農民咧其實嗰啲糧食咧係賣俾 USAID 咧去援助其他貧窮嘅國家嘅。叫停咗之後咧，啲農民已經係叫苦連天㗎啦，就有啲係後悔投票俾特朗普，有冇搞錯投票俾你，你竟然斷我生計。到今天咧，同樣地因為中國有替代品，就係同
巴西買大豆。OK， 而家咧就媒體報道咧就話中國咧入口美國嘅大豆咧已經係轉移向巴西啦。佢話係喺呢個禮拜咧係落單嘅有40艘呢個船嘅貨量係240萬噸，相當於中國每月大豆嘅入口嘅量嘅1/3。呢個又係一個手術刀嘅做法，就向特朗普嘅死忠侵犯農民話俾佢聽，嗱，而家特朗普嘅政策咧就傷害到你啦，我唔同你美國買大豆，我去巴西買大豆。OK， 咁令到美國嘅農民咧，大豆農民就叫苦連天。譬如一個美國大豆協會嘅主席佢亦都係一個大豆農民嚟嘅。咁佢又喺呢個 Free Press 嗰度發表文章，佢話：我係美國50萬名深感痛苦嘅大豆種植者之一。佢話佢屋企呢係嘅農場係全家人嘅主要收入嘅來源，佢係幾代務農㗎啦。而家咧就因為貿易戰陷入困境，佢懇求特朗普政府同中國達成協議，否則到2027年呢，美國嘅農民呢恐怕會有大規模嘅破產。2027年到而家就有成年幾2年喎，大佬，咁佢究竟頂唔頂得住咧？咁樣咁亦都有個統計咧，就話2025年以嚟啦，美國咧已經有88間企業或者家庭農場咧申請破產，遠高於2024年嘅50間。咁呢個咧就係從呢個如果關稅繼續持續嘅話咧，就會進一步增加。呢個就係替代品嘅問題。而家討論嘅問題就係，譬如大豆入口我唔同你買。我可以同巴西買，仲有乜嘢嘅商品中國係有替代品，仲有乜嘢嘅商品美國係有替代品嘅呢？呢個我覺得就即係好值得討論嘅地方。即係究竟呢場貿易戰會係鹿死誰手誰勝誰負，或者有啲人話冇贏家，又或者贏都係慘勝，就係講緊替代品究竟中國同埋美國之間誰更依賴誰嘅問題，呢個我覺得好值得討論嘅。而家咧就即係《金融時報》咧就有一篇文章咧就同佢計過條數。咁大家知道咧就中國買美國嘅商品咧嘅入口咧就大概係一年咧1400幾億美金，而中國出口去美國嘅咧就大概係4400幾億美金，即係話咧中國嘅貿易順差咧係有3000億咁都係好誇張㗎。中國嘅出口咧大概咧係15% 咧就去美國，咁就有其他嘅，即係其他80幾個%咧就係唔係去美國嘅。而家問題就係即係究竟中國買美國嘅嘢係咩咧？咁頭先講過大豆主要我嚟話要生口用嘅棉花、牛肉同埋禽肉好多呢啲都係農產品嚟嘅。中國同美國買嘅好多都係農產品，農產品咧中國自己有生產，亦都好容易揾到替代品、替代國家。譬如大豆可以喺巴西買，棉花都可以喺其他國家可以有，牛肉禽肉咁樣都其他國家都有。但係美國去即係同中國買嘅商品咧，我頭先講過啦，嗰啲針筒啦、電子產品啦、OK 機械啦、一啲礦產啦，呢啲咧美國咧係好難揾到替代品嘅。呢啲咁嘅電子產品咧係包括美國嘅公司，譬如 iPhone 譬如 Dell 喺中國設廠，呢啲電子產品唔係中國自己嘅品牌嚟㗎，即係唔係華為唔係小米，就係呢啲係美國人日常好中意買、好忠心嘅一啲產品嚟嘅。呢啲產品係揾唔到其他國家嘅替代品嘅。咁而家大部分都喺中國做啊嘛，99% 嘅 iPhone 喺中國做啊嘛，有啲係可能喺越南等等咁樣去加工咁，但係都喺中國裝嵌我而家講緊喺中國裝嵌，咁喺邊度揾替代品咧？咁你加佢嘅關稅，而家話突然間出嚟話冇豁免啊嘛 ，OK， 咁加佢嘅關稅，咁你喺邊度可以替代到咧？咁所以咧，《金融時報》嘅文章就話咧係話，雖然中美兩國喺貿易上邊係高度互相依賴，但係而家睇嚟咧個風險嘅天平咧就落喺美國嗰一邊。
美國對中國嘅依賴程度更加高，因為中國咧可以喺其他方面咧去買農產品，而美國咧要買電子產品、買機械產品咧係揾唔到替代國家。咁又譬如喺巴西買大豆就已經係一個替代，就令到呢個美國嘅豆農咧係叫苦連天。咁唔單止係即係金融時報嘅彭博都係咁講，傳統嘅觀點認為咧喺好似美國呢啲貿易逆差國咧，喺貿易衝突裏邊咧比順差國咧係更具優勢咁就話呢一個即係簡單嘅邏輯在於咧，如果我長期購買你嘅商品，一旦減少進口咧，就會對你造成更大嘅傷害。不過問題嘅關鍵就係，如果美國確實需要中國商品咧，而家就係咁樣，即係我買你咁多，係咪啊？即係我係逆差，你係順差，我係需求嗰方嚟嘅我唔買你就死得噶啦。個問題就係美國有冇可能唔買中國嘅商品？有嘅，如果佢揾到其他替代國家嘅。同樣地，中國有冇可能唔買美國商品？有嘅，如果佢揾到其他替代國家，譬如佢揾到巴西可以買大豆嘅，佢可以唔買美國嘅大豆，咁對美國嘅豆農就造成傷害。但係如果佢唔買波音飛機，佢揾唔到其他替代，而家睇嚟難啦。OK， 咁除咗對波音造成傷害之外咧，亦都對中國造成傷害。為佢呢舊飛機嗰啲零件點搞啊？唔買，我唔買你，我懲罰你。點搞？自己揾個即係工人自己慢慢磨出嚟啊？唔得噶嘛。所以個問題就係個替代品有幾多？而家就喺美國，佢買嘅嘢，佢買中國嘅嘢。如果佢唔買佢，而家中國直情唔去啦，話你關稅太貴啊嘛。咁有冇替代品咧？如果冇嘅話咧，就會一定會令到美國呢一啲商品，美國人必然用嘅商品嘅價格大幅飆升。問題嘅關鍵就係呢一度咁所以呢個係七傷拳嚟嘅。睇下邊個捱得耐啲。咁我見到有啲Facebook 嘅朋友咧就好開心啦，就話即係你唔買美國嘅大豆，唔買啦。即係你咁點啊？咁你嗰啲豬啊、嗰啲牛啊食咩啊？食草嘛。咁你食啲草，啲人邊有草食啊？即係食咗3年，中國人可以食草3年喎咁樣。呢啲就係好即係主觀願望嘅代替客觀事實。即係佢冇睇清楚一樣嘢，就係喺貿易戰裏邊，而家單挑啦，中美單挑，究竟美國嘅籌碼多啲，中國籌碼多啲呢？究竟邊個嘅籌碼多啲呢？就係睇嚟中美之間，除咗佢國力嘅比拼之外，咁如果講國力嘅，美國梗係大過中國好多啦嘅比拼之外，人民嘅忍受能力都係好重要咁仲有一點，中國人忍受能力就比即係美國高啦。咁有啲人即係講為話係中國人嘅韌性好高，咁或者韌性好高，咁我覺得呢個説法係唔準確嘅，因為中國嘅體制係唔到你有反對嘅意見嘅。所謂韌性嘅意思就係美國啲人會上街示威，會喺法庭嗰度告你。中國咧咩都冇得做嘅，因為你做你掛個橫額落嚟，咁最近咪有啦，掛個直幡落嚟挑戰中國嗰個體制啦，一定拉㗎。你提任何嘅唔同嘅意見都拉你嘅，尤其是而家喺呢個中美貿易戰裏邊，你夠膽咁做一定係重罰添啦，係嘛？咁大家噤聲唔敢出聲。第3樣嘢就係講緊你個商品有冇替代嘅國家，有冇替代嘅來源？究竟呢場貿易戰裏邊嗰個痛點而家講緊邊個度會痛啲？痛咗個反應會係點樣？就係貿易戰嘅勝負嘅關鍵咁可能大家聽上嚟咧就覺得唔爽嘅即係有好多即係侵粉嘅 KOL 咧，就話中國輸硬噶啦，實撲街噶啦，翻唔到身噶啦咁樣咁我就睇外國嘅媒體做出呢個結論嘅，《金融時報》彭博我睇唔到有任何嘅媒體就話美國贏硬，中國輸緊，我睇唔到如果有嘅，你話俾我聽我唔係講嗰啲華人用廣東話國語同埋普通話嘅話俾你聽演繹出嚟嘅 KOL， 我想知道英文嘅媒體有邊個話俾你聽美國贏硬，中國輸緊，又或者有咩媒體係話中國贏硬，美國輸緊所以永遠都係㗎，即係喺呢個貿易戰裏邊，如果大家唔夠即係比較客觀睇翻啲事實嘅話咧，
嚇，你係支持美國嘅咧，就話美國一定要贏硬，一定即係侵犯嗰啲話美國贏硬；支持中國嗰啲小粉紅咧就話中國贏硬。咁我覺得呢兩樣嘢都係錯嘅。而家暫時嚟講咧，仲係咬得好緊嚇，但係似乎美國嘅痛點咧，美國人嘅痛點咧係比中國嘅痛點，因為中國唔會痛啊，唔俾你痛啊嚇，痛都唔俾你嗌。簡單嚟説，你會痛嘅，不過你唔嗌得嚇。而家關鍵就係咁樣。好啦，咁呢節講到呢度啦，你可以comment 啦，可以 share 啦，可以 like 啦 ，subscribe 啦，睇埋啲廣告。有新片上咧，你撳個鐘仔咧就會通知大家。支持我個 Patreon， 支持我個心直口快，亦都可以請我飲杯咖啡。你 scan 個 QR code 同埋撳條 link 就得噶啦。多謝你收睇，再見。